不熟哎，等下唱错也没关系，反正是新歌，好不好？就当都是第一次啊。好，这首歌叫《亲爱的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》。好，我要开始 rap 了。介绍我的鼓手，他叫亚敏，他是我大学时代的同学。我跟他说我要办演唱会，你可不可以来帮我？他说好。我说，亲爱的，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？是你的麦克风。我说我要开演唱会，我真的台好不好？然后我需要一个贝斯手，最好他拉一点，有种就穿比我还要短的裙子。于是我就找到我的贝斯手阿力。今天曲子比较长哎。我说啊，亲爱的，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？接下来我要介绍我的吉他手，请不要脱稿演出。李台风那些事情，请大家忘了。小龙是某乐器行的吉他老师。我说我的吉他很烂，我需要一个很好的吉他手。于是我找到小龙，他说好。我就说，亲爱的，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呢？原住民高山风。接下来我要介绍我的钢琴手玉祥。希望如果有一天你在高铁上碰到玉祥的时候，你跟他一起搭车，你会有半价的优惠，因为他看不到，需要你的帮忙。不过他真的很有才华，我不得不每次从台中把他聘过来。我说啊，玉祥，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？苏宾斯过的冰旋风。
道这群人非常多，我收回我的介绍好了。原来是台湾科技大学的老师，然后是台湾科技大学校花旁边的同学，马超是我们都兰部落有为的年轻人。麻药是我去桃园的时候看到他，我觉得他不错，我说，亲爱的和生们，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？萨克斯风。还有一群人，他们真的非常多，多到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说他们是谁。我说，亲爱的你们，是什么风把你们吹来的？